若真的有那一天，赵家真的遭了难，女儿有幸在宝琴身边，自己能多出一份力，让她少吃一点苦，那女儿的心里头倒是甜的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妈，您是过来人，您最懂女儿心了。我懂，我懂。去吧。你这就去吧。妈，去吧，快去吧。起驾，走。他来了，薛姐姐来了。姑娘，姑娘你醒了。哎，姑娘，谁来了？哎呀，姑娘怕是又做梦了吧，演着了吧？英格妹妹，你是我最知心的。你虽是老祖宗派来服侍我的，可这些年，我就把你当我的亲妹妹。少说些话，多歇着啊。英格妹妹，我躺得太久了，很不舒服，我想靠会儿。哦，行。英哥，哎，去把我的诗箱子拿来。姑娘又要写诗啊，还是等好些再说吧。啊，不是写诗，只是随便翻翻。你去拿吧。哦，行。快点，是这样。哎呦，我看还行。哎呀，我林妹妹打园子里来，走几道门，一转悠就到了。为什么这么费事啊？还不来啊？哎呀，等好时辰。什么时辰算好时辰啊？就是正好的时辰。什么时辰才算正好啊？等到新人来了，拜了天地爹娘，入了洞房，天就黑了。这个时辰呢，就算是好时辰。哎，对极对极。嘿，等我林妹妹来了，我就拉着她一起拜天地拜爹娘，然后送入洞房。到那个时候，这天儿就黑了。哎，可洞房里会有灯啊！嘿，我就拿下她的红盖头。嘿，这时辰果然正好，正好。连二哥啊，连二哥，我把妹子给您送来了。文龙老弟啊，我这儿恭迎大驾。嘿嘿。老爷，
老爷太太，新娘到了。新娘真的来了。二爷，去不得，你就在这等着，等她慢慢走过来。哎。哎，为何英格没有来，却跟着来的是雪雁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二爷，雪雁和英哥不是一样的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雪雁原是我林妹妹从南边家里带来的丫鬟，遇到今日大喜事儿，自然要带在身边了。而英格本来就是我们家的，是老祖宗派给林妹妹的。啊，定然是这样。我明白了。快拉住他！拉住他！看看，让我看一眼。林妹妹，我看一眼。二爷，林妹妹，我就看一眼。行了，不能这样，要先拜堂。拜堂吧！来，拜堂。啊，对，来拜堂了，拜堂了。拜堂，是啊，拜堂了，来拜堂，来，拜堂了。姑娘，箱子取来了。打开。哎。拿出来。哦。这个。不是这个。这个。有字的。哎。眼空虚泪，泪空垂。暗撒仙泡，更相识。姑娘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姑娘，吃苦娇小，劳惠赠。为君哪得不伤悲？一拜天地。炮竹滚玉，直头山。这日无心，朕欲闲。枕上袖边难拂拭，任他点点雨斑斑。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落户。窗前亦有千杆竹，不识香痕自也无。抱歉，抱歉。你好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送入洞房。给红包。对啊，怎么还有红包啊？对啊，是啊，千万不要害羞，100要搞出个木已成舟来，你们就跟不然会坏事的。双儿给你们俩啊！你要把宝琴降住，不能让他还有别的念想，你明白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们现在就要，现在就要。君儿，你听我的话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已经拜了堂，成了亲，
同过了房就是天经地义了，你明白吗？君儿，石儿、秋华，你们别闹了，赶紧让他俩进洞房吧。入洞房啊，入洞房啊！姑娘，姑娘，你别死！姑娘，姑娘，你活过来了！你活过来了，姑娘。云哥，你哭什么呀？姑娘，你可真是把我吓死了！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人来，我得去找大夫来。那个雪雁要他早点回来，他不回来。雪雁，你回来了吗？哎呀，云哥妹妹，你去忙吧。你有什么事儿就去吧，我没事儿。姑娘，我这就去找人，我去找大夫来，要不然你再来这么一下，我可真受不住了。你去吧，把火盆搬开，就没事儿了。行。姑娘，我就去那么一会儿，我找到人就回来，你好好躺着啊。哎呀！妹妹，几日不见，身体好些没有？还开这个老石子干什么？林妹妹会生气的，不可造次，不可造次。来人呐！有人没有啊？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！秦二爷，秦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！二爷，你去哪儿了？你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有没有人呢？秦二爷！齐玉师傅，师傅，齐玉师傅。是英歌姑娘啊！齐玉师傅在家吗？真是不巧，我家主持最近早出晚归，今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真倒霉，要找人一个都找不到。英歌姑娘还不知道啊，今日秦二爷和薛姑娘大婚，人们全都到新房那边去了。原来我家姑娘说对了。哼，秦二爷，你这个该死的！妹妹，你可别生气啊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你的盖头，我可揭了啊！妹妹还是不允我揭盖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
妹妹是害羞了是吧？那不揭盖头，咱们钻被窝里去吧。妹妹，你也进来吧。香啊！妹妹，你可真香啊！你不让我掀盖头，那我就钻到妹妹的盖头里去。这是妹妹的下巴。这是妹妹的嘴，这是妹妹的鼻子，真香，这香味好奇怪啊！你不是妹妹，你是姐姐。你是姐姐，宝琴，地上凉，快上来吧。你不是林妹妹，你是薛姐姐。宝琴，不要着凉了，快上来吧。我林妹妹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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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妹妹！宝琴，宝琴，你听我解释。菩萨保佑，顺顺利利的。妹妹，外头冷，咱们进去说话。宝琴，咱们进去说。菩萨保佑。宝琴，宝琴，妹妹，二奶奶，二奶奶。宝琴，宝琴，听我，听我，别让那些下人笑话。好不好？回屋吧，回屋吧。妹妹，宝琴，妹妹，妹妹，宝琴。
钱二爷，钱二爷，妹妹，妹妹，秦二爷呢？往那边去了。秦兄弟，秦兄弟，秦兄弟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啊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去哪儿了？姑娘，姑娘，你去哪儿了？姑娘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去哪儿了？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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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哪儿了？李妹妹，你在哪儿？姑娘，姑娘，一哥，你看见我林妹妹了吗？你问我，我还要找你要人呢。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抱歉，抱歉，秦二爷，秦兄弟，秦兄弟，秦兄弟。英哥姐，他们要我去，我原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的。做什么？薛姑娘从薛家那边上了花轿以后，一直到新郎新娘的新房，他们要我一路伴着她。王八蛋！秦哥，你别着急，你林妹妹那么弱的身子，她走不了多远的。是啊是啊，或许她一个人待着闷得慌，去了我的荷香村也不一定啊。林姑娘与齐玉师傅最说得来，或许去了她那里。对对对，是。秦哥，咱不着急啊，就照着大嫂子和秋华姐说的，咱再去找。去找，妹妹，妹妹，我妹妹她是不是病着呢？岂止是病着，这些日子除了我一个人，就没有个人来看看姑娘。就今儿晚上，她竟死过去一回。我是怕了，要去找人找大夫，我就离开这么一会儿。等等，你是说，妹妹她病着，倒要你去找人来？姑娘平时不是这样的，都是我去找大夫，她不让。可今天，是的，往常她不是这样的，往常她不是这样的。宝琴，我走了。除了你，我没别的牵挂。历年来攒下月银约1000两，400两为英哥血宴赎身，另给英哥300两，血宴200两，余下100两，50两给告老的王嬷嬷，另50两散给常来收拾院子的园丁。别找我，忘了我。还记得那年傻呆呆的去葬花，我写下的那葬花词吗？治本节来还节去，强于污闹现渠沟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
两不知，这样就好，切切。他心里都有什么烦恼，跟太太不能说，跟我说说也行啊，如何就过不去了呢？不管林姑娘去了哪儿，死了还是活着，咱们接着找她，找到她，好生待她。哎，对啊，薛姐姐说的对，我妹妹定然是去了一个什么地方，要我去寻她呀。林妹妹定然已经写出了给我了，倒是我蠢的看不出来，妹妹定然躲在什么地方偷偷的笑我呢。还记得那年葬花，妹妹其实就是把落花都收拾起来，凭它们漂流而去，因为这样才是最干净的。妹妹最爱干净，容不得半点肮脏，所以治本节来，还节去。可是哪里才是干净的呢？凹戏馆，为何是那儿啊？有一回，我陪着姑娘去园子里散步，我们走到了凹戏馆那边。姑娘指着那片池塘说：“这里的水好洁净，我若死了，便从这里去。”我当时没听明白，我想这里的水虽然洁净，可人若死了，怎么能从哪里去呢？你不懂。不懂，妹妹定然是去了那里。秦哥，你等等，我找下人来，打着火把跟你们一起去找。你把这封信给我，我去告诉太太。凤姐姐。你可得说好了，妹妹这信里头啊还有些玄机，待我见了她的时候，我还得好好问问她呢。啊！宝琴，哎，宝琴，宝琴，林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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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没有啊？林姑娘。林姑娘，到那边去了。林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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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姑娘。哎，快看，这是我家姑娘的袋子，她在这儿捡了如意涛。难道真是在这下的水？一定是这儿。一定是这儿，瞧这水多干净啊！妹妹定然是说，这才是她要去的好地方。快，沿着这水塘边往前照着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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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。宝琴，哎，夫人，您看，他们在那边，走，快过去看看。林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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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照照那里，就在下面。在哪？哎呀，哎呀，这啊！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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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说嘛，妹妹她是仙女。什么仙女？我家姑娘死了！
别胡说！妹妹她是仙女，她怎么可能死呢？若离妹妹不是仙女的话，这些衣物钗簪早就沉入塘底了。所以妹妹她定是仙女。顾明的孩子，神仙一样的妹子，说没就没了。我妹妹她没死，只是她的魂儿走了。真是胡说！你们下去几个，把这些衣物缠在都捞上来。是。等等，若有林姑娘的尸首在水下，你们男人不能动手。明儿个我让丫鬟们乘着船把她捞上来。都别动，都别动！我妹妹她的魂儿虽然走了，可她还会回来的。这魂儿啊，是一缕一缕的，干干净净的。世间这些衣物钗簪等等凡物啊，是不能带的。我妹妹的肉身，定是也藏在一个凡人所不能见的所在。待她的魂魄归来，这魂魄还是要附在肉身上的。这些个衣物钗簪也要穿戴上。若她回来时不见了这些衣物钗簪，她会着急。所以都别动，都别动，就留在这儿，等她回来的时候，好穿戴上啊。更加胡说了，什么神呢仙呢，肉身呢魂魄呀。人们虽说都信这个，可哪个曾见过真的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还记得咱家贤德妃姐姐回来省亲那年，咱们府里演了4出戏，其中《牡丹亭》离魂一出，演的便是杜丽娘肉身与魂魄分离之事。当时妹妹看那出戏，哭的是泪如珠链。当时只觉得妹妹就太爱哭，现在我知道了，妹妹早就把那出戏的唱词儿做了今日的谶语了。你们看，离妹妹今日果然在这里离了魂，留下这萍踪浪影，让我们等她回来。妹妹，我一点都不傻，我这会儿全明白了。看宝琴这样子，不如先依了他，总得过些日子，等他心里的死疙瘩解开再说吧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也有你的道理，我就依了你。这些衣物缠簪就不要打捞了，留在这里，明儿在上头支起个棚子，免得下雨冲走了。林姑娘回来的时候找不着了。多谢母亲。回来了！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哟，哎，你怎么？久等了，久等了！来，他不忙，回来跟哥几个喝酒，让我们在这儿好罚酒。来，坐好。真好啊！你他奶奶的！喝，你就知道喝啊！这个家都让人给掏空了，你也从不上心。你在这胡说什么你？我胡说？你去问问我那婆婆，你那亲娘。咱家的银子呢？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光是你妹子出嫁，陪嫁的嫁妆竟是40万两银子！用40万两，这是皇上之嫁，妹子出嫁40万两嫁妆，这是好大的气派啊！就是啊，恐怕就是皇帝家的格格出嫁，也比不上咱老薛家。哎，去，你们都别听他在这胡说，我们家没那么多银子，哪有那么多给他做嫁妆？来，倒酒。来，你还有人吗？哼！你原来你娘
连你也瞒着的是不是？你不信是不是？那咱们今天就去问问你呀！好，你不去，婆婆。哎，婆婆，给我回来！走，快！哎，出来！我说你干什么你？让我看看你跟他干什么？你他奶奶的疯了！折腾了一天，娘竟然是累了。他自然是累了，40万两银子全都折腾到赵家去了，他能不累吗？婆婆，哎，你回来！婆婆，你出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出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今天就跟我说清楚！少点！你，娘，你会诬陷他，用不着理睬他。不理睬我，没门！我告诉你，我都憋了1天了，我就等着你送你妹子回来，一起问问她，问个明白。我倒也来问问你，君儿的嫁妆，是你跟着一起装的车，可见有那些银子。你自是怕我瞧见。好，改明儿个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怕是连银子带这个家，你都给送到你闺女的婆家去了吧？你快给我住口！我偏要说，我到你家来，我桂花夏家陪送的嫁妆海了去了啊！你给你闺女的嫁妆，恐怕一半都是我娘家来的。你搬出去多少，我就要你给我拖出来多少！你奶奶的！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敢打我，老娘我今天就跟你没完了，跟你没完了！大家都不要忍着了！这贼娘的，真是找打！好，老子打死你！快住手！啊，4人了！快走，别看了！流血了！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好啊！夫人，来，快点，跟上啊！来，搁这边，啊，快去！哎，挂高点，给我当心点啊！搁这边，来，把贡品拿来，就摆在桌子上，手脚麻利点啊！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家人外人来了，总得有个拜处。你们到园子里也弄出个白事的样子。是。好啊，这样也好。妹妹回来时，定然先到凹溪馆，在那里穿上衣装，再回到家里。回来时看到这灵位，必是高兴的，知晓我们仍在这里等着他。可妹妹如何知晓我们正在等着她呢？二爷，别说混话了，设灵堂只是个念想罢了。你以为林姑娘还真能死而复生呢？对呀，念想。妹妹若知道我们正在念着她，想着她，自然便知晓我们还在等着她。对，要有个念想。念想。二爷，林姑娘书房是空的，你去那儿做什么呀？治本节来还节去，花飞人倦且归来。妹妹看到这个，就全明白了。这是妹妹写的诗，她一看，定然会明白我的心意。宝琴，林妹妹在天有灵，
定会知晓你的心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，林妹妹还活着的这个念头，你还是不要太执着，不然林妹妹果真不能回来，你岂不是要大失所望啊？薛姐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怕日后我更加难过。可有些事情只有我和林妹妹才知道，薛姐姐也不知晓。那是自然，你和她从小耳鬓厮磨，不知道说过多少悄悄话呢。不是小时候的悄悄话，是我和林妹妹都长大以后立下的一个约定，很郑重的，就是我一定会娶林妹妹。